风送潮，爱开摆来多动主，再造妒忌来磨好身啊！向要多变人仆，赌从天无行好功夫那发个经商爱行无路，做地爱读书又开呀，上多那爱满都是该过那为小人那不啊！干嘛呀？来嘞！聪爷呀，嘛个事啊？从严妇女的事情盼好些忙。哎呀，聪爷呀，老的看到唔识范，后生嘅叫做爱情戏啊！我都看到从严的，佢还唔肯答应哦。洪兄呀，其他人多，无限凄差了呀！做官啊，比骑家嘅无开呀，家母诶，猜娘家。晓得，我想呀。兄牙家多，失敬，跳。弟兄牙家多有何指教啊？罗浮公务繁忙，今日初次拜访，失礼了。唔敢，兄牙千无限，不必下官有限酒楼。兄牙请食茶。天下第一청년，真是喜事一逢啊！也是9000岁亲书所写，货真价实哦。难得，罗浮彩绸牺牲年，唔是见过9000岁废后，从年一到就得此灭宝，堪称天下第一了。天公爷是9000岁60太叔，唐公还爱期盼百夫之礼，爱你爱做女子啊！好啊，从年有此永恒，不敌明天送马该好礼呀！阿妹，哎呦，兄呀，你老爱天书上款啊，我送乜个较好？9000岁妇女嘅珍宝比爱还较多啊！我送几个美人，佢系个老太监呢？这，实在为难哦。哈！从年何必杀群求言？从年不忠之物，就是骗人所谋，十分珍贵啊！不忠之物，唔系处哦。不女文才，以天下第一聪年之才，下一博价廉，为9000岁作数，就是好礼呀！爱下对联呐。不，聪言文中，天下千地，下列强非所从。哼，你是聪言宗师，让我讲起爱红花来嘞。天下哪一个将军唔会杀剑？哪一个聪言
唔会下死。嘿嘿，从言呀，兄呀送年生彩礼，下联何数情用意，不必从言以何休？讲到下死啊，我就头牙闭闭了。船多滩头水路开，作对唔就是双对下，太对升，各对大落，动对时。渡求精神来提，爱对己，一改天老天。杨班，其他人有你先出给送礼。哦也好，聪明呀，送年嘿，春花春草，年年发，强对下联。是咋事的？兄呀，他连对爱父子的关系干活，好，行了，春发春草，年年发，孔子孔明，推推贤。聪明呀，呀公子老孔明，唔系父子就是公孙呢，反正啊都相孔。给诸葛亮系马啥？管他系马啥，反正啊，老孔子孔明无关系，无差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不愧是天下第一聪年呐！年之兄此次一财亲呐！出口，真古啊，艰难，孔明不识啊，诸葛亮啊，杀本孔子，神孔啊！总别听啊，有言故啊，万喜之色呀，查清啊！兄呀，才个死害去。
学得从言心不停，不宜莫谈对联句，闲话家常诉感情。错，闲话家常较好，闲话家常较好。聪爷呀，万岁命俺都永驻做地府，作陪监督政治风气。阿妹哎哟，娘为好啊？一做夫人就呛呛，俩帅夫啊，唔就无人救呐？给予청년之见。意外之见嘛，唔是做，改名就好啊，赌博改做比赛。既然啊，改做武山，俩名较好听，上也也好帮记得哦，知呀？上也爱嫖爱赌做地府，爸爸。做宰相，啊！청년经你年岁未晚。有年老年之家，无强啊妹娃，几公托三面之风啊，不可中啊，用风引梅，不可啊。父所讲的都是兴邦论中的法纪，难逃兴邦论是平人的文种。惊爱嘅，阿妹哎哟，开嘴就咬到心啊！兴邦论既是청년所写，写得乜解？你听记得哦，记得。记得就好，罗不罗嘞，无记错嘞，你爱就吃上一吞兴邦论，罗夫唔记得嘅，就由你来写下去，以后啊。当面靠爱就无路可行了。兄呀！你也强下来谈，一边民啊帮论啊，监督啊财呀，不测神妖罗浮阴内，恰像兴邦论。听测听啊！哎呦，娘无头
哎呀，苍眼公，苏马街呀！哎，娘妹弟你爱扫马街啊？换千竹，变家珍，万倍风来所言埋。错，所隐瞒就是所隐瞒。苍眼高言要基彩，女神恩上来探同爱。再讲。燕少年，请君子真朝公，削削！哎呀呀呀！苍眼公，削几下机呀！小鸡下鸡，小鸡下鸡，在哪里呀？真朝公来上太女，哈哈哈！速速太女，速太女，哈哈哈哈哈！天气有年来叫急，喊上加那位呀，调查哪来呀？各位调查来，晓得。兄呀，抢！感谢你来救驾。上咩地？我看气氛唔对，就拖落诶，坐啲平房后背，稳中起其下嘅，如唔系一天会插在，苍人也就唔会流亏。重重有所，兄呀，是比茶将来兄啊，况爱娘办做你娘。哼，老夫相闻，不准女人插嘴。苍年稳中天下千地，强将见不得。老夫今晚就先金其一呀！对，上夜老苍年相托刑谤论，女人不准插嘴。兄爷呀！稳中一呀，破翻龙啊！滚出堂空气重重，滚上琼崖堂我兵。何年太大，冲！且慢！老夫老苍年相托刑谤论，你是何人撞出来装乜鸡呀？兄爷，你宪谤论是我所写。兄爷，只可老外相托，其长是爱人，不得插嘴。父神，你俩老人家胡言乱语，莫非神志错乱？错，神之错乱，出来堵走，兄爷啊！兄爷啊！
不逢，面前呀天心旁路，眼开可藏无必留心，无必留心看一中。兄呀，以此欺君欺国、欺天下之义，又会做得本其得以采草纲？这个其他人猜你还有何法讲啊？这左口。不是你多嘴，多言讲那9000岁以里就来生动，哈哈水上给来，妹妹也有谱，抢多那飞那步啊，吃咩那梦。此天是共同，老夫也并非断案。家聪言，告辞了。老人家补充做就做好。哼！兄呀，兄呀，兄呀！兄啊！讲到9000岁，俩个老后古就奈唔好。俩两日无限老你通风，今日先老爱下不对联，来天公呢，爱老9000岁读书。是。阿喂，弃字笔眉眼手来。晓得。哎，老二就讲啊，你唔写咩爱写，我有9000岁做靠山啊，你家家就贴到推心肝，喜事也无数。请问，也对联係为老9000岁读书嘅？当然啊。好，我来写。